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近日公布，关于新增加17例武汉肺炎病例，包含15例境外西落来的，韩国有2个本土感染个案，其中22例本土病例都同境外西落来的个案有接触，其中案246係62歲男性，也不感染前一步對每個轉來也接近確診的，雖然期望出現相關症頭，唔過前面經過採檢還係確診的。美國疫情有再個有新的變化，也因而增加超過1萬例，累計超過6萬5千例，死亡人數增加到減減的1300人。疫情前例喺紐約病例還超過的3萬例，減減的有330人死亡。歐洲疫情依然更厲害，西班牙24點鐘內新增加738人死亡，總死亡人數超過3430人，比中國的3203人還要多，係全世界死亡人數第2多國家，搶數本意大利，累計確診人數減減的有53000人。湖北省基金恢復對外溝通，武漢市第4月初8慢慢解封，對韓留地湖北的台灣人會機會緊密證實，基金同華航來討論，為指定兩台送海比到桃園的天時地點包機航標。後半先前留地湖北採鐵的台灣人已經封上，冇辦法轉到台灣的民眾，從比洋機轉到台灣。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早前諮詢核廢水相關業務，針對核廢水邊的1.32億元的天子利有權補助。利潤等嘅應承，除非補助傳染業，每為勞力管分店業連業補助範圍